用咗3年時間，3個人嘅角度，我哋將我哋翻閱過嘅檔案、收錄咗嘅圖像，透過重繪同整理嘅方式，慢慢拼湊出戰後香港建築故事。呢本書係我哋重新理解香港呢個城市嘅方式，亦都係我哋想留低嘅一份視覺記錄。香港戰後建築檔案呢本書聚焦50至80年代嘅建築故事，講述嚟自五湖四海嘅建築師同埋建築風格，點樣去形成我哋今日見到嘅城市面貌。現代建築從來都係一種舶來品，究竟係點樣傳入香港，然後落地生根呢？呢本書就係一出用文字拍出嚟嘅紀錄片，拍住香港點樣一步一步走入現代建築時代。